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真耶稣教会制作厝边隔壁大家好台语广播节目。咱这个时阵，喜乐也要甲咱做伙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讲人的生命到底是啥物？有一天咱拢会拄到迄个无爱听的代志咱会面对生命的终局，就是会死咯吼。无偌久以前。教会一个同工即个太太安尼头仔拢头壳戆戆安尼尔吼，结果一暝吼当作高血压的即种病症，先生转来了吼，伊就看到伊昏倒伫涂骹吼，送去病院了，哇，原来是即个头壳内底有一个瘤吼，细粒瘤，但是迄嘛普通时嘛验袂出来吼，听讲伊嘛做养生的吼。讲起来也无交代吼，无啥物留啥物话安尼吼，结局就安尼天人永隔啦，就离世所以大家拢感觉安尼足惊吓，足着惊讲哇，安那会遮临时安尼，咱就想到讲吼，人的生命吼，真正毋是咱会当掌控的啦。俗语伫咧讲吼，人生自古吼随无死啦，哪会当吼留着安尼会通纪念的吼，其实佫较重要。圣经讲咱信耶稣，会当进入主耶稣的恩典内底，名会当伫活命册顶面记录，这就是那像老厝丹心照汗青同款，这是文天祥所讲的话吼。就是讲咱到底命要伫倒位啦，或者伫蒙牌，或者伫户口名簿，或者伫咱的这个大厝的这个厝梯外口吼，这个名其实这种暂时的。一代过去，一代过来，你甲看过去咱尊重的这个牛人总统也好啦，真正一届过去，一届过来，你即摆总统过去2届、3届、5届、10届的总统，一任若用4年来讲吼，安尼40年前10届以上嘛吼，5届以上咧，20年前吼，10年前咧，到底是啥物人，无一定捌呢，所以时间咧过吼。唔使讲紧啦，反正伊就是一秒一刻伫咧过吼。但是咱来去思想的，就是人的这个结局啦、终局啦吼。所以有时阵咱到底是对死亡是惊吓的，还是毫无所知的还是安尼皮皮错的还是讲咱真正会通活着的时阵珍惜咱的生命，但是咱嘛爱做好准备，有一天咱的生命完成伫这个世间要离开的时阵。千万唔通讲我都2手空空吼，这就真可笑所以对圣经内底咱对出来及咱嘛知影这个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及的这个摩西真正是真牛真伟大伊自细汉都互神来留咧伊出世的时阵这个希伯来民族人迄阵因伫迄个埃及做奴隶嘛做苦工，因为互殖民所以以色列犹太人是无自由的当时法老就颁布一个命令因为希伯来人的这个查甫婴拢足强壮的所以伊就讲这个法老啦王就讲若迄个希伯来查甫囡仔出世，都要甲处死安尼甲这迄个三伯接生婆讲当然这个娃娃的生命古锥啦、可爱啦，做妈妈嘛唔甘嘛所以摩西自细汉就互妈妈安尼甲藏起来藏3个月哭声大嘛食物件嘛济嘛但是你若讲去互查出来讲哇这无照这个法老王所讲的希伯来人的查甫婴仔讲饲超过都讲起来可能就全家会灭族去互抄所以真的藏3个月了妈妈就用一个摇篮用迄个牛壳草用迄个石擦咱有讲迄个大麦秆就对啦那甲糊冲冲的，互伊袂老安尼红衣甲下咧迄个摇篮内底那甲放尼罗河流安尼叫伊这美丽暗甲顾咧看咧因典新遮就伫遮开始拄好拄着法老的查某囝咧伫遐咧洗浴啦洗身躯啦伊呢伫即个芦苇中间即个溪边河边咧看着听着讲有红影哭声
再看到这个摩西，哇，细汉咧遮古锥啦，虽然无同款的皮肤，颜色无同款，一定是安尼无同民族嘛但是3个月遮古锥，你讲若毋是神的感动伊是埃及人呢？这个摩西红影伊是这个希伯来人，当然都爱甲处死嘛，都淹水落死就好但是伊无安尼做伊却安尼像得到宝贝安尼甲抱起来所以甲号名讲做摩西，原来意思就是讲对水灵甲扭出来安尼这个是这个姐姐米粒边就来甲好心来甲问讲，哇你要饲这个囡仔，捡这个囡仔你敢有法度甲饲？我替你来找奶妈安尼啦哇这个法老的查某囝这公主就安尼讲好，你打找奶妈带去饲费用我嘛互你这奇妙本来爱死的毋若无死佫会当比当时的这个囡仔应该佫较幸运佫较 lucky 安尼叫这个公主捡去佫妈妈甲饲大汉，食妈妈爱领大汉，佫会当有钱收讲起来安尼真福气就对了这就是神安排嘛所以法老的命令，你讲若别人违背可能出代志，但是对于公主来讲伊知影接受这个摩西知影变做这个法老王的外孙所以神伫这场这个生命的契机内底毋若编剧佫是大导演摩西毋若平安出世虽然那像要妈妈甲放杀，但是安尼活一连顿变做法老王的这个外孙的公主的这个客囝无简单所以讲你人偌计较你用心甲饲大汉、请大汉甲教育以后正人这成大人以后正人会当食头路趁钱其实你也看讲摩西伊安尼，结果妈妈甲饲大汉，所以自细汉伊就通知啦，伊是希伯来人，伊毋是埃及人所以希伯来书的11章23节以后咧讲到摩西伊甘愿和百姓做伙受苦啦，伊嘛无爱享受迄个罪中之乐啦。虽然以色列无烦恼地位尊贵伊是王孙出类拔萃，但是伊嘛袂当安尼。甲揽迄个恬静伊的内心佫较悬的意愿，就是讲敬拜神无共款，咱是敬拜天顶真神的埃及是拜偶像，传统信仰足侪偶像的所以自伊出世到40岁以前，会使讲神搭预备，神搭训练，神要甲磨神嘛甲竞选所以互伊带好大的王宫养尊处优啦但是到伊40岁的时阵哇！伊才看到、听到讲有迄个这希伯来人甲埃及人这个冤家伊就毋愿替伊的同胞出气，所以甲埃及人拍死安尼出人命伊掠做讲点英雄人会甲感谢伊救伊的民族嘛，救伊的同族的人但这个外族这个埃及人甲拍死安尼安尼过工佫拄着两个共款希伯来人咧冤家，伊就讲你是兄弟同民族的哪会伫遐咧冤家？人知影伊昨的代志呢，人就得讲呢，安怎？啥物人叫你做安尼判官难道你要像昨安尼，拍死人拍死我吗？哇！这个代志安就知影讲，鸡卵肉有芳啦嘛已经传出去所以伊就无走袂使因为这是杀人的代志当然圣经无偌济资料啦，但是相信这个法老包括后壁起来新的王一定对伊足毋愿的啦你一个公主的收养的这个客囝养子甚至杀死这个埃及人救你的这个希伯来民族无采咧甲你请，无采咧甲你支持，所以讲起来伊知影讲可能若无人讲无紧来走命就无去所以神就安排互伊去到米甸的旷野。伫遐安尼蹲咧哭咧，这是神的磨练啦，互伊有使命，互伊有坚强的信心伫这个神要甲用的时阵民数记1章咧讲伊真正是顺服啦、谦卑啦各方面拢赢过当时的众人神甲竞选的时阵互伊伫这个刺皮内底看到刺皮小气争执啦争执着刺皮小气，但是无小歹去哇！伊知影讲是毋是神要甲伊用因为伊感觉伊真软弱，伊感觉伊真无路用，甚至佫是一个安尼杀人犯，但是神要用的无因为刺皮无路用，你若讲较好的茶，
耳脑去的当然就足赞的吼，但是伊这是气魄啊，佫烧无害去吼，意思就是讲神伫遐要来保守啦，所以伊了解永生神的这个来历吼，教导伊免伫当时无好的环境内底要来百姓带出来，所以伊嘛经历真侪繁杂的代志，甲带领百姓会使讲是安尼真辛苦的一个使命，所以80岁的时阵，神开始甲伊动工伫伊的心内启示啦，互伊的明白啦，伊带60万人口男丁其实咱讲保守估计，那加上这个妇人人囡仔安尼甲估计当然绝对毋是干那60万人，那用乘以3来讲3倍就100几万人无简单。所以你100几万人对埃及要出来，你当然这个法老伊真毋甘愿。恁这的人拢出去，这拢做工的拢做庄的，拢做苦力的恁拢出去阮这担地当的代志上要做，所以迄种民族的优越感虽然经历神的信者有十灾互法老才会当放手放因出来后来因来到这个红海的边法老嘛是佫毋甘愿一而再再而三，到尾佫派迄个军队要来甲因约倒转去安尼所以讲若毋是神的这个恩典来安排啦咱讲10个摩西嘛无够死啦，但是神用这个分条火条除了日时安尼分条炸日头，暗时火条安尼会当温暖，佫较要紧就是讲这分条火条会当甲迄个埃及的队兵甲这个选民伊些百姓拢当炸做两下安尼无烧交叉若无因咧骑马这个马的战车一定嘛随着着安尼一代伟人留落来这个历史真好的所在，互咱来反省思想讲，神要爱你，神要用你，神就带你训练。但是伊安尼40岁用家己的意思要来救同胞，但是神无允准。80岁伊感觉家己是安尼绝口笨舌无路用的，但是要用伊安尼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尾安尼旷野40年安尼拄好差不多120岁啦咱讲伊这120冬的人生要紧的就是要互伊伫苦难内底伫这个带领百姓的首领的工作领导的工作，互伊经验会要成做神用的人伊爱有安尼足特别的这个风范甲使命感带领所有的这个百姓来离开为奴之家，逃放了迄个苦难的迄个枷锁甚至要奉神的命令要进入迄个迦南，要得到神所赏赐的所在，所以这伫以色列这历史中间占真重要的这地位啦虽然是安尼伊嘛同款一项一项爱去面对但是到120岁的时阵，时间到神要调伊转去这就互咱知影讲，咱珍惜身边的这个时间甲人这拢是咱活着的时阵会当计较、会当看重的但是若时间到才甲你讲，摩西换哪会死呢有一天时间到，换哪会面对死亡。摩西会死，表明啥？表明讲人袂当永久啦摩西死咯，嘛表明讲伊这个世代过去咱对手机来看较早无这个智慧型手机的时阵，我会记得几十年前啦30年前大哥大哇，人讲手提大哥大车开头又大这大哥大迄落安尼一支安尼，敢若迄落手电足大支安尼，中国讲捌去中国出差的时阵，伫遐上课有迄落做生意的迄个姊妹迄落大片的迄落手机迄迄个无线的哇去镀金，你敢知才拍举一支手机迄敢若拢毋免通电电话钱都要2000块安尼，当时足贵的甚至举迄支机感觉都就是身份安尼我讲今仔咱嘛是共款你对迄个时代伫咧演变一直到迄个接电话，一直到袖珍的敢若通电就好迄阵无啥物通上网啦愈细机愈好安尼足方便的有迄个手掌大的有迄个安尼第6台足方便的到贾博士的时代咱知影这个苹果的iPhone 就出来iPhone 出来真开始慢慢卡知你到迄个时代哪知讲会当安尼视讯你手机这个智慧型手机会当视讯你不管偌远只要有网络通了后连你影只连你面拢会当看到会当翕相。较早还佫早翕相机所以足侪功能的佫会当开会，佫会当做迄个文字佫会当欠一寡资料哇！一支手机什么拢甲包起来
这若讲差不多15年前20年前，哇，这根本都想象不到较早叫做什么3G 速度较慢嘛下载都要一段时间。来4G， 现在已经到5G迄落有去问什么叫做5G 啦就是讲唔免停后的啦，伊的那像高速公路安尼足紧的你只要下载什么资料，要传什么资料相片叮咚叮咚就吹过啊，哇，足方便的嘛爱细腻啦即嘛迄个网络银行手机操作呀，足方便的你要付什么钱，免走去银行，你手机市定定的会当办公，会当缴税，会当缴钱，会当创啥物安尼会当记录，会当通电话，讲这真正是足颠覆的这个生活啦今仔时代进步到安尼咱毋免阁像古早安尼唯唯诺诺安尼活得真辛苦，但是咱伫这个过程内底，咱有看到讲人的知识嘛一直咧增添，这是对来，敢真正人较敖，敢教育就会咯？毋是啦，神互咱的啦，拢是神的安排，神的恩典啦。但你也看讲当有手机以后逐个迄个社交人际都无去嘛都用手机讲就好楼顶楼骹都用迄个视讯，是用迄个讯息安尼就好根本也免像较早讲就见面，就搁开会，就搁记录安尼所以时代无共这个想法也无共，但是有一样共款的就是真理啦，真理绝对袂改变，所以活着的人知影会死，死了的人就毫无所知啦。摩西伊虽然安尼见荣耀、见尊严，虽然见如才能带领百姓出来吉，但是到了120岁时阵，伊嘛共款来面对生命的终局，就是我那爱会死亡安尼。所以这是大家拢总公平当然伊过去了后，再后壁有这个约书亚来承担伊的担，互伊会当做一个交棒的这个动作。所以人伫这世间就是安尼咱若无神的看顾你的生命是无意义的所以咱来求主帮助咱，互咱安尼把握神互咱徛起活着的机会。光阴消失，袂因为人来延迟就咱就无代志。反正倒有足济经验就是讲咱需要福音的这个责任，把握机会来见证来传咱若好好甲完成，我想当咱有一天咱嘛会面对死亡的时阵，咱就袂遐艰苦咱就袂遐惊吓所以愿主耶稣带领互咱知影讲有一天咱拢爱过去人拢爱面对死亡，但是啥有的人就都坦然的坦然真正无惊吓有的人就安尼万骂手万骂足紧张咧因为毋知影要对倒落去所以求主帮助互咱会通知影永生神的爱咱知影伊是掌管咱的生命祸福，而且伊是伫头前引带路的真神，所以咱无灰心嘛毋通丧志，面对着神的恩典美丽的人生要安怎去创造毋是干那伫苦难内底失落去尔咱知影会死，但是死是一般人讲的，其实圣经咧讲咱是困去，毋是死去若困去搁醒，就是将来爱面对审判所以搁醒起来面对审判，咱心会安然无咱会搁惊吓无？应该是袂啦。所以愿主耶稣来带领咱最后要来祈祷，请咱额头灭倒来完成今仔的这个工作。奉主耶稣性命祈祷，主啊，主阮感谢学到你，人的生命伫你的手中求主耶稣你互阮通明白早早做好准备。虽然健康珍惜咱身边的人事物若假设讲有一天都软弱衰微这一定会拄到的，但求主互阮无怨言，互阮心灵会当因着这份信仰来建造来交托天顶真神的名愿主耶稣听阮的祈祷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的圣名，因为平安临到众人的身上，哈利路亚，阿们。